明年的总统大选，在野党到底是要安怎整合？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主张讲哦，爱比民调，赢的就选总统，输的就推荐副总统的人选。侯友宜嘛回应表示讲，会诚意积极来沟通哦。民进党的赖清德伫咧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，嘛呼吁讲国际社会要爱团结，阻挡中国野心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开教育政策记者会，提出11项主张，希望会当解决目前幼儿教育、108课纲、技职教育、高等教育所拄到的问题，也个补助私立大学学费增加到5班，也划出学贷免利息延长。学生毕业以后，他这个免缴本息的宽限期大概只有1年，那我们把它延到2年，那政府来负担。那减少新鲜人刚毕业的压力。大选就即要到啊，在野的整合正受注意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结束美国访问行程，找6透早返到台湾，搁再提出若配合具体方案，讲经5间民调公司用民调来决定，赢的一边做正的，输的一边会当推荐副手的人选。要若什么时阵做民调，就看国民党安怎回应。这次回来会跟朱立伦主席还有那个侯友宜碰面吗？刚刚回来吧，看幕僚怎么安排吧。提案嘛，就是说好，我们比民调，赢人当正的，那输的一边就推荐那个副的，在综合考量还是组成一对最强的这种胜率最高的候选人。这一段时间，我们也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对垒很多的善意。在这既有的机制之下，那蓝白的合作，我们更积极的去做好沟通。因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是伫咧宣布参选了，第一遍接受日本媒体 NHK 专访。赖清德讲，为了要防止台湾有事，希望国际社会团结阻止中国，也希望日本会当甲台湾深化并且加强合作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